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今集同你揾史，我係今日嘅記者 Heather。今日咧要講嘅歷史就係銅鑼灣海灣嘅變遷同埋佢個地名嘅由來。咁事不宜遲啦，我哋咧嚟問下啲路人了唔了解呢樣嘢先啦。你好啊，小姐，你咧知唔知道銅鑼灣咧點解叫有個灣字同埋佢同個海灣嘅關係啊？唔知喎，我成日同我 shopping 嘅喎，冇留意過海灣喎。問咗啲路人都冇答案，唔緊要，我哋嚟問下真正熟悉銅鑼灣嘅人啦。冇錯啦，你要揾嘅人就係我，研究銅鑼灣嘅專家黃爺。等我同大家講下銅鑼灣海灣嘅歷史變化，同埋銅鑼灣呢個名點樣嚟啦。你跟我嚟。香港有咁多間天后廟，呢間天后廟有啲咩特別呢？咁你就有所不知啦。咁啊，首先啦，因應華人廟宇條例咧，香港大部分嘅廟咧都係由華人廟宇委員會管理嘅喎。而呢間紅香爐天后廟就唔同啦，佢係由戴氏家族管理嘅，甚至去到1982年啊，成為咗香港嘅法定古蹟。咁又同銅鑼灣個灣字有啲咩關係啊？咁啊，等我話俾你知啦。正門天后古廟嘅題字、兩旁嘅門聯、廟內嘅牌匾、香爐以及石案都係清朝已經有嘅文物嚟㗎啦。而天后廟主要係俾以海為生嘅人供奉，佢哋相信天后會拯救遇到海難嘅人。久而久之，天后就成為咗漁民嘅守護神。以前我哋可以喺天后廟對出睇到海㗎，但係因為受填海影響，而家成個海岸線都出咗好多，冇辦法再睇到海。雖然銅鑼灣嘅居民已經唔再以海為生，但佢哋一直都有供奉天后，甚至形成習俗。可以見到天后廟對佢哋呢個灣嘅演變係息息相關嘅。真係多謝你啊，黃爺！唔知我哋下一站會去邊度呢？你跳一跳咪知咯。喂，哇！等下就嚟到呢度嘅，呢個係邊度嚟㗎？呢度就係大坑蓮花宮，喺1863年已經落成㗎啦。你眼前咧就係佢嘅前殿，前殿由石柱支撐，但因為填海造地，而家下面嘅石柱已經被填海嘅物料遮蓋，導致石柱之間嘅拱形結構已經好難再見到啦。睇嚟填海對銅鑼灣嘅影響比我想象中大好多，冇辦法見到佢完整嘅結構，真係好可惜。咁你又唔使可惜住，蓮花宮正殿嘅獨特風格喺呢度就可以見到啦。蓮花宮嘅正殿係依蓮花石而建嘅，喺香港淨係得呢度先可以見到嘅啫。然後等我嚟介紹一下。介紹一下點解會有蓮花宮啊嘛？唉，我仲想賣個關子添。蓮花宮原本係觀音廟，而相傳觀音就坐喺蓮花上面修行，所以觀音廟就有蓮花宮嘅別稱。有考證提到喺太平天國嘅時候，好多難民嚟到大坑，長老為咗安定民心，先起咗呢個廟。佢當年就位於向海山坡下嘅巨石上面，同埋舊大坑村嘅西面。當潮水湧至廟下嘅時候，就好似水中蓮花咁。不過一樣啦，因為填海，蓮花宮就坐落喺高樓大廈當中，唔再靠近海灣嘅位置，難以再見到水中蓮花嘅美景啊！又係填海。講起銅鑼灣，其實個灣字係點樣嚟？點解佢要叫銅鑼灣嘅？其實銅鑼灣填海之前咧，本身係個海灣嚟嘅，佢個圓形嘅海灣啦。咁我哋高空上面望落去咧，就好似嗰個銅鑼喎。咁所以我哋就叫做銅鑼灣啦。咁而家係咪因為填海，所以搞到個銅鑼唔見咗啊？跟得我都識啲嘢喎。嗱，因為填海啦，海岸線咧由原本嘅天后廟蓮花宮附近填到去而家嘅維園。咁原本個銅鑼又係邊度嘅咧？一半咪喺銅鑼灣道對出咯。你一半喺維園啊嘛？哇，點解你呢度出現㗎？我啱啱喺怡和街行過嚟呢度啊嘛，所以咪呢條 causeway 咯，即係高士威道啊。唉，你不如講埋高士威道喺班原住民由怡和街行嚟天后區嘅一個海堤路啊嘛。跟住咧，高士威道咪就係因為海堤 causeway 而得名啊嘛。咁銅鑼灣道咧？有唔少講法就指出啦，銅鑼灣道咧其實就係銅鑼灣未填海時嘅海岸線。蓮花宮咧亦都坐落喺呢度喎。咁啊，不過我哋就需要更加多嘅史料啦去做考證嘅。雖然舊嘅避風塘就去唔到啦，不過我哋而家都可以去避風塘主題區嘅。講咗咁耐，不如我哋一路食嘅一路講歷史。好啊，見你咁中意銅鑼灣歷史，我哋呢餐我請嘅。避風塘炒蟹就聽得多，避風塘有咩用㗎？好簡單咋，你望下邊有咁多艘船，就係俾漁民喺颱風嘅時候避風嘅港灣，亦都係用嚟停泊遊艇同埋上落貨嘅。講多無謂，食咗嘢先啦。點解會有五炮鳴放呢個儀式嘅？其實鳴炮嘅用途有兩個嘅。原本係俾靠岸嘅船隻校對時間，
另一個用途係用於大人物抵港或離港時，為以示敬意而鳴炮。而呢個儀式嘅由來，可信度較高嘅講法係怡和集團喺一次鳴炮當中觸怒咗駐港英軍，怡和集團以每日正午負責鳴炮以示懲罰。呢個儀式亦都一直繼續到今時今日，所以就叫怡和午炮。原來係咁，我仲知道怡和午炮會喺每年元旦前夕最後1分鐘加放炮，為午夜鳴炮迎接元旦，亦都會播出《友誼萬歲》呢一首歌，象徵住新一年嘅開始。友誼萬歲，人生於世上。唔係呢首啊，唔係友誼之光，係蘇格蘭嘅友誼萬歲啊！話時話，真係越挖掘就越了解到銅鑼灣嘅歷史同埋同填海相關嘅關係。係啊，而且行完呢一轉，你就會發現，無論係天后廟定係蓮花宮，都因為海灣而出現。而維園、避風塘主題區雖然都喺最初時海灣嘅位置填海而建，但都因為填海而分別成為無數生命可以娛樂休閒、保護生命嘅地方。同時，好似怡和午炮呢啲由以前到依家不變嘅儀式，我哋更加應該認識當中嘅歷史，好好保育呢一段歷史。我哋而家兜咗銅鑼灣轉，希望各位家庭觀眾可以透過今集同你揾史，了解到銅鑼灣台灣嘅變遷，一口睇到銅鑼灣就唔單止一個 shopping 嘅勝地，亦都會諗起佢個名嘅由來。咁我哋下集再見，拜拜。